樂富環南診所啦。呢間賽馬會診所咧都好多年歷史㗎啦，顏色係變咗咧，但係咧外形咧冇變嘅。呢個咧以前咧係冇呢個俾人坐嘅，因為以前啲人睇醫生咧要排隊嘅，日曬雨淋。咁後來咧就改咗呢個俾人坐嘅排隊。咁而家咧都冇用㗎啦，因為咧而家用電腦化，唔使排隊啦。以前呢度咧就係啲屋村嘅7層大廈嘅，咁以前啲同學仔咧啲老友喺度住，而家都變晒居屋㗎啦。好方便啊！呢個行地站就係啦，樂富地鐵站。咁呢個屋苑啦，啱晒都起咗都15至20年左右。咁以前呢度咧就係富強苑啊、家強苑呢度嚟嘅。咁呢度咧以前係再之前咧就係啲7層嘅大廈，7層高嘅。咁以前啲7層大廈咧係公共浴室啊、公共廁所。咁呢度嗰陣時都算係新淨㗎啦，因為啲廁所咧喺外邊，但係都係要獨立。咁呢邊早期嗰啲咧係公共廁所，再舊啲嘅7層大廈。咁再之前呢個位置咧就巴士站。嗰陣時1982年，嗰陣時住喺九龍灣，第一次搭車過嚟呢度，搭錯車喺黃大仙冇落到，咁啊搭巴士放學時間咧就搭錯車，咁啊搭咗呢一度。嗰陣時記得係搭11號 C 嘅，印象中。咁嗰時1982年。係9歲嘅時間，哇！1982年嘅光陰淺淺啊，真係。咁呢個位置咧，1980年呢個位置都冇變嘅，變咧係即係收咗啲路比較靚啲咯，但係位置冇變咯。呢度啲橫南嘅診所咧，都係我哋冇變嘅，翻新咗嘅，眨下眼幾廿年啦。最特別就係嗰陣時，我係住喺25座呢度嘅。咁啊，曾經我記得嗰陣時係中三，即係差唔多係1993年嗰陣時。咁嗰陣時朝頭早咧返學，冇晨朝早，咁啊見到有個人係咁匆忙咁走，咁就喺嗰個等候位置啊，成班人4至5個走要把啲牛肉刀啊，咁追住嚟斬啊！咁嗰人係咁走啊！咁嗰陣時見到咧都一額汗啊！你諗下應該1985年左右嗰段時間，中三即係1988年、1990年嗰時治安都話幾差。咁嗰時喺廁所咧，見到人哋打針啊、吸毒啊嗰陣時，咁而家呢度治安非常之好，所以光陰淺淺。以前呢度咧全部都係7層高嘅大廈，全部拆晒重建過。咁而家呢啲樓咧都30年㗎啦，超過。咁啊細個呢度咧有個青年中心，咁啊成日喺度返學，即係讀書啊，同埋自己喺度補習啊，自己。而家有啲環境，呢度有商場。30-40年，人面全非。而家呢度咧就慢慢冇晒，以前之前廁所啊咩呢啲，而家呢度咧變咗樂富商場。咁呢30-40年咧。